真希望我能等到那一天啊！哦，对了，代我向孙林还有那个魏继阳问好。这些天真是把他们两个忙壞了。你真的以為自己是上帝呀？也許吧。如果上帝他真的存在的話，他也會跟我一樣，俯視着你們，看你們在那兒忙忙碌碌。雖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。你又錯了。有句老話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你不過是上帝手裡的一個玩偶，終有一天你會受到懲罰。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吧。這次千萬別半途而廢了。我不會讓你失望的。你們昨天在電話裡跟我說那些疑點，我都仔細分析過了。您怎麼看？單從法律層面上來說，證據還不充分。主要是我們發現了一些新的疑點，需要重新介入調查。但是光靠你們個人的力量，恐怕會很難吧？那您的意思是讓我們把這些疑點重新提交給公安局，讓他們重新審？這個恐怕有問題嗎？哦，這個案子公安局已經結案了，已經結案的案子是不會輕易終審的，除非你們能夠找到什麼新的發現。怎麼，這個案子對你們來說很重要嗎？